阿雄。专家有智慧，就是讲咱出来第5个啦。今日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比啊奖金上侪35000，真讲你咋两个哦？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，我这边先来哦，阮是台湾的故事，是什么会叫做台湾的故事？等下就讲互恁知。阮的队长杨丽，中歌王嘞。诶，少年人吼，唔八卦啦。哦，我嘛。有啊，结果伊就伫边仔甲唱。如果能够，大家拢知啊，啊个爱在沸腾啊，是对无？啊，今日啦吼，哥哥来啊，是要创啥啥？伊要甲咱讲一个台湾的故事。今日甲伊的团员、伊的队友拢甲抓来啊啦。哦哟，欢迎啊！哥哥，你甲介绍一个。来介绍一下。阮演这个热带天使，嘿，热带天使哦，啊，伊是咧。伊是咧讲迄个南洋战争的时阵。哦，迄个是大战、南洋战争。对，迄个故事上济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台湾人吼去互调去遐做迄落日本兵嘛。军夫啦，做日本军夫。哈。嘿。啊，再有这演员来演。哇，这出赞哦。无唔对。啊，佫用唱的。用唱的哦。是。啊，因拢足够唱歌的，每一个来拢是音乐老师呢。哎呦，安尼紧介绍来。来，咱先介绍咱第1位的队友，好不好？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袁泰。我伫咧热带天使内底，我演的是一个日本的军官。军官。嘿。你常唱出啊，阮听无？上有印象诶，看倒一场。我的死埋在南洋。我的死埋在南洋。真正诶，你爱甲伊的歌词，对啊，吼，伊的故事的歌词用唱安尼，就敢若吟诗共款嘿，唱出来安尼，真正有影是无简单。来，咱先讲者，咱再个介绍队员吼，咱拄啊这拢无讲。几号开始嘿，伊是咱的热带天使，嘿，12月初2。12月初2甲12月初3，伫咧高雄维武营国家艺术中心戏剧院来演出。无唔对，啊，阮的票吼，拢开啊，已经开始咧卖，开始卖啊，今日甲阮买者。好，欢迎你呢，好，来过来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香香，我名的细香，细香嘿。啊，我伫咧热带天使内底演的是慰安妇。好，欢迎你哦，香香，来个啥个？大家好，我是林淑琴，我伫咧热带天使内底演阿祖可，慰安妇的妈妈桑，我咧管理因的啦，管理因的，对，是欢迎你哦。好，来个啥个？大家好，我是吴祖哲，一个演员。我伫咧热带天使演的是一个台湾人，伊互人调去南洋做日本兵，安尼。哦，好，欢迎您来哦。好，甲35000摕到等。加油！换你这边。哦，咱这边台湾的故事啦。是。阮台湾的故事嘛是台湾的故事啦。是，阮这边上主要是要来摕奖金的啦。哦，是哦。欢迎阮这队骨力摕奖金来队长叫妹兄。小丽的落啊，来，第一。大家好，我叫彭畅的，我姓陈是莽昂。莽昂啦，好，欢迎你来哦，打30000块，今日摕到等哦，因为咱要摕奖金的嘛，好，来个啥个？大家好，叫 Bogi。嗨 ，Bogi，你好。今摆咧做什么？做直播。哦，嘛是直播啦，欢迎你呢，好，来个啥个？帮的啦，大家好，我叫金帮的啦。金帮的，我咧做迄鬼仔厝探险的。哦，我甲你讲哦，伊叫做阿蝶。阿蝶，伊啊，进前是甲我同齐拍电影，拍总决赛。阮一帮即嘛吼，会走去迄落啊做网络嘛，伊会去鬼仔厝内面吼去探险，啊去看倒位有迄落命案的啦，命，伊就去遐吼去遐感应，啊带迄落啊迄落人去用镜头啦，用镜头。对，好，来个啥个？大家好，我叫阿杰啊。然后我在网络做直播，共款但是我在卖水啊，甲卖水晶。是，欢迎你咧，好，把奖金摕转去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今麦欢迎咱的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，食果子；若要巧，讲台语。台湾的故事感动天，直播的世界上趣味。好，真正有影哦！你若好我讲台语，你嘛会感觉真趣味啦。嘿，今日的第一回合主竞赛
开始。大家来斗具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具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具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具。你一句我一句。咱即马手放在铃的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带会当试哦。好，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世家要甲头家抬价，一定爱安怎才会成功？哦，世家要甲头家抬价哦，一定爱安怎四个字啊，才会成功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这边。世家要甲头家抬价，一定爱塞奶巴结才会成功。哦，塞奶巴结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加赞。袂歹。好来，世家要甲头家抬价，一定爱面皮真高才会成功。哦，面皮真高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请我，今日我请我来。世家要甲头家抬价，一定爱知影计数，才会成功。知影计数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好，来拢再搞，来今日我请我来。我想。世家要甲头家抬价，一定爱真有耐心才会成功。哦，真有耐心呐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来。拢足厉害要哦。甲头家抬价，一定爱结空结戆才会成功。哎呦，结空结戆哦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哦，拢足强的啊，来。世家要甲头家抬价，一定爱口才真好才会成功。哦，口才真好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会使。嘿，来。世家要甲头家抬价，一定爱死皮烂肉才会成功。哦，死皮烂肉哦，老师对唔对？是都唔对咧。是，等下听老师解说就好啊。然后来分数先。啊，恭喜台湾国术第2分哦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讲，啥啦袂当死皮烂肉吼。来，老师。好，这可能咱一般来讲是死面烂热，因为就是系假死啦吼，啊，佮感觉迄个面就是甲面烂共款，啊烂啊佮热，迄拢是安尼一直看一直甲卤，一直甲迄个花，就是谈多恁讲的遐个步数吼，啊，所以可能是拄食迄个皮。可能是互花语牵去，所以咱一般是讲死面烂热。好，来手跟我两个顶面，第二题来哦。听我讲，请手答咱来当试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我的什么，就亲像是什么？哦，我的什么，就亲像什么。好，来咱请唱答。好，来，过来咧。我的人生就亲像是泡马仔丁。我的人生就亲像泡马仔丁。哦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合对。哦，袂歹。来，今日佫想哦。我的人生就亲像一出电影。哦，一出电影，人生敢会当佫讲一届？人生。我的心情。哦，就亲像是一出电影。哦，心情啦，就亲像是一出电影啦。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好来，哦，有困难啊哦。我的人生，我的青春，就亲像男烂囡仔，青春男烂囡仔，老师对唔对？男烂囡仔会使。嘿，今日我想来。我的身体就亲像是歹糖骨虾。哦，身体就亲像歹糖骨虾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文学家来啊！来，会使摕去回收啊啦。我的外表，就亲像是电影主角。哦，外表电影主角啊！哎，老师对唔对？敢讲就有分。对，来。我的大家就亲像是我的母亲。哦，大家亲像是我的母亲啊，老师对唔对？哎呦，
一定是有什么问题，顶打无唔对，好，不要紧，分数先。恭喜咱的提奖金得到1分咯！咱来听老师解说哦，好，来老师。拄则即大家是安怎，我家也唔对，是因为咱即个母亲是较华语啦，吼，啊，咱希望讲会当互伊较台语开的，嘿，尤其是因为泡马顶这是较用句，咱会当讲互较用通，啊，恁袂当讲我无公平，因为母亲咱真正伤过华语啊，咱一般来讲应该是甲讲阿母，安尼可能较好。嘿，阿母会比妈妈较好，会比母亲较好，安尼。虽然意思拢共款，啊，毋过咱希望讲会当互伊较台语开的。是，不要紧，咱即嘛关键来啊哦，5000块哦，上尾啊是第5000块啊哦，好，好，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明仔载安怎？你唔通安怎？哦，明仔载安怎三个字，嘿，你唔通安怎，嘛是三个字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请唱答。哦，拢唱着。来，明仔载要考试，你唔通拍电动。哦，要考试唔通拍电动哦。好，老师对唔对？可能伊细汉红念的讲。记个答，来。明仔载天气热，你唔通穿外套。哦，天气热唔通穿外套。老师对唔对？正确。来。明仔载有车关，你唔通伤铁气。哦，有车关唔通伤铁气啦。老师对唔对？有够专业。来，明仔载爱读册，你唔通伤晚困。哦，爱读册唔通伤晚困哦。老师对唔对？这个阿母较温柔。来，明仔载爱准时，你唔通放袂记。哦，爱准时，你唔通放袂记。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嘿，来。明仔载人客来，你唔通乱讲话。哦，人客来唔通乱讲话哦。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哦，袂歹。来。明仔载爱比赛，你唔通伤操劳。哦，明仔载爱比赛，你唔通伤操劳。老师对唔对？叫伊今仔摆伤操了哦。好啊，正确。明仔载爱食菜，你唔通偷食吧？哦，爱食菜，你唔通偷食吧？老师对唔对？够水。来，明仔载7月半，你唔通考试啊！哦，7月半唔通考试啊！老师对唔对？什么咧？来，分数先啦。是咱这台湾故事得到第2分哦，恭喜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啊解说哦，哈，来，老师。好，咱迄个考试啊，吼，其实是台湾的迄个风俗内底，暗时就拢唔通考试啊。是，好，就是讲惊引一寡迄个较阴的物件来。啊，那7月是个为7月初到7月底，应该是拢卖考试啊。所以你敢若经7月半迄天，我感觉会较无下逻辑性。虽然迄天嘛包含伫7月半内底，是，啊，所以今仔日真正有较严，所以歹势。啊，咱拄啊开始尔，好，来，咱5000块先放在倒位？先放在台湾的故事这边，恭喜！不要紧哦，唔等去哦，咱个后一个回合哦，哦，迄奖金搁较悬哦，好，好，进来去咱的第2回合，手答定歌机。手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答定歌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咱今日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咱有一个外国朋友叫做 Kevin 吼，伊会用伊的镜头带咱起来台湾啊，甚至是外岛游览，啊，看到伊唔知影袂晓讲的物件，倒来问大家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啊，即马上重要的是，诶，咱的奖金偌济？咱这回合吼，拢总有5题，分数高会使得到奖金1万块。哦，好，来手搁咱两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
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美丽在这里啊！我是第8岁来 Kevin。今晚我来到金门的水头厝咯。水头厝咯有一个最特别的建筑物咯。您看我这后壁，这我后壁就是叫做德月楼。水头厝咯，这嘛是有一项最特别的代志哦。金门这一般住伫厝咯内底的人拢是共一个姓，不过伫水头厝咯这住这的人无一定是共一个姓哦。好，安尼咱来看卖水头厝咯这有啥物有趣味的台语题目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！ 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今晚要甲大家介绍这间厝。这间厝敢是看起来以前住这的人就有钱的，对。以前住这的人就是叫做黄辉煌。这个本身以前就是走去印尼趁钱，趁钱了就转来这金门，金门就去了这个足水，感觉足有钱的这间厝。恁看卖我这边阁有写一寡字哦。这就是写讲寿真祥我倒边这就是写寿福禄。奇怪呢，大家注意看第一个字就是写寿，看起来怪怪的，敢毋是？这都可能迄当阵这个黄生就想讲安尼写较水，对不对？这第二个字就是福，第三就是禄。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，请问寿福禄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寿福禄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寿福禄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寿福禄。你音无唔对。唱歌的感觉，唱歌。寿福禄。这题有淡薄难，伊的台语是咩样讲呢？请问寿福禄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寿福禄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好，来，问咱来。寿福禄。你音无唔对。你是咧？老师拍谁？你咧批评啊？寿福禄。伊讲了无唔对，伊是老师嘛。唱歌的感觉，唱歌。我袂晓唱歌。哦。爱管。对。寿福禄。你是啊啦，你卡着了。袂晓讲。因两个会哈。会哈咧。你要跟我咱讲一个正确的。你原本要安怎讲？寿福禄啊。寿福禄。你叫嘛啦？寿福禄。寿福禄哦。好，来，老师寿福禄对唔对？安尼是。无啦，你用对啊，用了一句。伊甲你教那像足敖讲的，咱等下听伊的看卖啊，搁第来 PK。歹势。歹势。已经讲到啊，音的问题。好，来。多谢你让我啦。对啦。寿福禄，寿福禄，寿福禄。好，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嘛唔对。真是哦。好，不过即个迄个，就是讲伊是3项代志，所以咱台语咧念的时，会甲分做3项落去念，叫做寿、福、禄，嘿，对。就是你的第8条安尼，吼。不过我要解释一个，因为伊这吼，我咧想，因为因去印尼吼，还是去迄个马来西亚遐做生意，转来金门了后，因起这洋楼，咱叫做番仔楼。因其实对家己的迄款期待有无共，所以伊会感觉讲，其实有遮的福气啦，吼，还是讲遮的财禄啦，已经无重要啊，所以伊甲收藏伫咧上顶悬。不过一般咱台语内底，咱会甲伊福禄寿，吼迄到福禄寿的时，咱就是爱转调，所以拄则你若有转调，咱是福禄寿3字转。其实迄个福禄寿，嘛有人讲是财主寿，是因为迄是3尊星君，所以伊一个是福神，一个是禄神，一个是寿神。不过恁拄则是拢有抓到，不过迄个音可能较无准，所以福禄寿3字转，财主寿3字转，祝福大家。多谢你换了这边哦。我这边。好，不要紧，进来第2个哦，来，换啦。来，
第二位啊哦，是我唔知影咧，嗯拄拄啊，迄其实不哩简单，只是讲咱音拢爱音调啦念，准。修吼，还有录诶，嘿嘿，历史的问题就是按，就是较重要就是迄个音啦。音调，嘿，无唔对，无唔对，是不要紧，咱来看者，看伊即摆出什么货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手放在铃的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台咱带当试哦，哈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，我即摆来到金门的西边，西边遮吼就是水头自路，水头自路到底是有啥物特别的建筑物呢？就是我后壁的这个德月楼。这个德月楼，我来甲恁讲伊的故事。为什么叫做德月楼呢？因为伊咧起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迄当阵是上悬的建筑物，古早人就用一句叫做“金水楼大成德月”来甲号名。所以将这个所在叫做德月楼，听起来足水的，对唔对？这个所在呢，其实是我海边啊。迄当中呢，有足侪茶啦的树花来遮抢物件，所以德月楼呢，伊其实是一个抢楼。以前内底吼有足侪兵啊、野枪来遮保护遮的居民的安全。所以这个德月楼呢，就是全台湾的建筑100景之一咯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。请问抢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抢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抢楼哦，抢楼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好记。庆老，庆老，庆老，袂歹哦，是不是？嗯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庆老？对，正确。成功啊，成功啊！是来分数。就迄滴了酒呢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水哦，哈，来，老师。好，拄则Kevin有讲足清楚的，因为因遐海边啊，就是咧防止一寡贼仔入来，所以因爱起较悬的，较会当远远看到，啊，着为迄个细细空的迄个堑空，甲弹一寡火枪出去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即个堑楼其实因为伊是迄个形，啊，搁是较迄个密，就是讲密皱皱的即款空间，所以内底其实会当甲叫做堑柜。就是迄个堑柜，就是柜，就是迄个箱仔的意思，嘿，堑柜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因为即个咱台语的写法甲这无啥共。那真正照即个字面，咱来念做枪。啊，毋过台语的枪是一个金字边，然后一个充满的枪，吼。啊，迄个枪是真正枪，吼，火枪安尼。啊，那另外迄个。华语的枪，咱来念做枪，枪是迄款长矛，就是咧用弹的。杨家枪嘿，对，就是用弹，所以是无啥共，大家当透过这来学习。枪是扁扁，枪是用弹的。有分数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开始哦！好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，第3位即嘛1比0，嘿，咱这边一定爱成功。加油加油！来，咱健康的军夫来啊！食较好的军夫，健康的军夫来啊！是较好的。啊，是。来，手放在铃的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再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看到这个画面吼，你就知影这是啥物款的所在，对唔对？对啦，这就是专门咧卖中药的一个所在。这个所在吼，就是叫做春德药房。啊，不过这个药房较特别的所在是啥物呢？就是因为迄当阵吼，除了咧卖中药以外吼，你还阁会当寄批，啊，阁会当汇款的，吼，所以会当对金门遮吼汇款到别个所在。好，安尼我先来出题目啊哦，请问汇款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汇款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汇款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朱贼，嘿，朱贼。汇款，汇款。好，确定。有定定咧汇款啦吼。汇款给别人啊。哦，是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汇款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，分数。终于开始得了酒呢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这个是花台共同书，哈，啊，毋过咱台语，就是讲花台共同书叫做汇款，啊，台语咱会当甲讲寄银，好，就是讲寄银两，也是寄银票，好，啊，谁那需要安尼寄，其实因遮就是足侪人去南洋遐服务，啊，去遐
趁钱啦吼，啊，迄钱一定要寄转来咱金门嘛吼，所以需要会晓写批啦，还是讲会晓较捌字的所在，啊，当然汉药店内底比柑仔店。咱以前是柑仔店有当时啊卖药啊，毋过柑仔店毕竟因可能字较毋捌，较捌数字，毋过汉药店遮的先呢，因的迄个汉文写字拢足好的，所以因其实伫迄咧寄钱还是寄批拢需要遮的迄个汉药店来斗3工。啊，毋过嘛捌有，就是讲伊真正袂晓写，啊，家己写好啊，嘛是有人用画图的，还是画啥物的，咱拢会当感受到，就是讲迄离乡的人对故乡迄款就是心的连接就对啊，吼啊，所以即个部分咱就是因遐拢有做即款代志，嘿，啊，寄银汇款拢会使，真好啊！白手白手，老师佫互恁拼到1比1啦咧，是不是佫继续拼落去？一定爱嘛吼！来，咱今日话。是，其实哦，咱就敢若做共款哦，看一个囡仔大汉哦，其实就敢若妈妈咧看囡仔大汉共款。我人看到就敢若囡仔咧，啊，结果即马讲已经吼，敢若嘿大人啊，是，以前就较足歹势、足避暑的，即马就看起来。我即马嘛是足歹势啊。嘿，不过你的外表看起来就无歹势。好，来手放喺铃的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搭咱带当饲哦。好，手较低，免那悬吼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麦我要甲大家介绍一个较古锥的物件，你看卖哦。我这头前只吼，全部拢是风师爷。啊，不过这只风师爷甲这只风师爷有淡薄无共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吼其实是一个石敢当，啊，不过吼，因就将这个石敢当甲做成亲像这个风师爷共款。啊，你若看卖哦，这个细只吼，这嘛是石敢当吼，因都有较古锥一个啦，无共款的彩色吼，啊，这个当来当做风茶蜡的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啊哦，请问石敢当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石敢当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石敢当的台语哦，吼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对啊，试看卖。真棒诶！足加长，足加长，敢若物件拢摕去长啊咧，足加长啊。长，嘿，音呢？少，加，长，好，少加长，老师对唔对？歹势。哦，来，招甘灯，招甘灯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招甘灯。唔对一个。是音的问题，还是什么会的问题呢？来，咱来问老师哦。来，老师，伊的答案是爱石敢当。嘿，啊，我即马先解说即个音吼，因为你迄个敢佮勇敢，这是文白音的关系。啊，刷了就是讲迄个。当，因为咱这个是一个名词吼，所以咱拢一般来讲是用当。啊，你若用当，可能是讲会当当啥物，当头白日还是啥物，迄就无啥共啊。吼，因为伊这是爱有淡，得讲有迄款会当动就对啊，所以咱一般是讲用动。啊，啥那叫做动吼，是因为伊拄开始拢是用一粒石头尔。好，所以伊就是看倒位有要甲定煞，吼，伊就甲冻在遐，就踩在遐，会当冻一寡煞气。啊，金门迄个所在足侪风的嘛，好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伊就是要风遐的风为原调的拢开始啊。煞了，因为伊后来的人就感觉讲，安尼若像真灵性哦，所以因煞了要风水啦，啊，搁有迄个风狗遐啦。啊是迄路冲啦，拢会当风，啊甚至牛有啥物代志，吼惊牛无去嘛，甲踩一块石头伫遐，所以咱伫咧金门遐，目前有99尊，啊现在后来变做尊，一块石头变做是那像一个神共款，所以伊的原本的名叫做石敢当，啊毋过因为足灵性的人就会甲伊就是神化，吼，所以就甲伊刻迄个好个西是一般大家感觉较明的物件，会当去定煞，所以就是嘛无可能刻甲足真的安尼吼。
所以就是拢噗噗啊，所以你看伊雕刻是拢浅浅啊安尼尔。啊，然后这个所在，咱的因为有这款的历史，所以伊的名你会当叫做石敢东。然后因为伊是风师爷，所以咱直接翻译叫做风师爷。风师爷。毋过在地人咱会讲石狮公。石狮公。哦，伊该当做是一个石狮公。啊，伊毋是干那狮尔，有当时啊有虎头，啊有狮头。毋过一般统称拢是甲叫做石狮公安尼。好，不要紧，上尾啊一位哦。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我即摆吼就想要问迄个杨哥哥，你会记得我少年的时阵无？会哦。真正的。会啊。我真正的内面哦，敢若伊看过我身材好的时阵。南洋舞蹈团。无，做秀的时阵。哦。嘿嘿，因为阮大概拢甲杨哥哥共动。哦。阮拢会听伊唱歌了，阮就紧日去化妆。啊，化妆了，等下上尾啊就换阮去哩啊。哦。是，好来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在咱台当起哦，唔免伤悬，哈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啊，恁看卖哦，里面顶遐有两只天使，请问天使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来，天使。天使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唔是天使？这题拼奖金，倒一队会当赢咧？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即摆甲大家特别介绍这间学校。这间学校就是金水国民小学。啊，为什么遐尔特别？你看卖这个风格，敢若亲像毋是咱台湾的学校哦。哦，就是因为以前吼，去这学校的人吼，就是去到印尼，趁钱了来到金门遮，就去了这个学校，所以有足侪这个国外的元素。啊，恁看卖哦，里面顶遐有两只天使，啊，天使里中有一个 A， 为什么是 A 呢？因为譬如讲咱遮台湾吼，你若有考试考足好的，你会到老师会互你一个食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伫国外呢，你若有考试考了真赞，就是一个 A， 所以就是希望讲所有的学生会当考到 A。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，请问天使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天使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来，天使的台语哦，哈，好来，咱请抢答。来，天使。天使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天使？有够标，有够标准。哎呀，这多好。嘿啊，题目都是咱家出的嘛，哦，是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因为咱迄个天使第一个元素，伊就是天顶天父上帝派落来的大使，所以要来看顾咱遮的迄个人民嘛，啊，所以这个虽然有文白音，不过咱上好是根据这个基督教因的讲法，因是叫做天使，啊，另外一寡什物天使啦、天使啦，什物迄拢是后来的音啦，啊，咱基督教是天使，然后咱伫个云顶，咱若落雨天的时，有当时会看到边仔拢乌云，不过拄好有一个日头光落来，迄华语叫做天使的楼梯，啊，不过咱袂当讲天使的楼梯，迄是叫做耶稣光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分数先可以。是啦，恭喜哦，咱摕奖金得到第2分哦。咱来看一下分数，哈，来看咱台湾的故事这边的分数是。台湾故事即马有1分。嘿，啊那咱骨力咧，骨力摕奖金有2分哦。哦，所以这回合的奖金1万放在倒位咧？咱骨力摕奖金，恭喜！好，会记哩哦，后一个回合的奖金搁较悬哦。加油加油！今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好，咱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，就是 A、B、C。是的。好，我要出题哦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台湾以前有真侪戏班，啊，你敢知影倒一项吼是戏班的禁忌咧 ？A. 演出进前食钱嘛 ；B. 袂使讲着牛 ；C. 戏台顶挂火炭。哦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今日讨论。哦，倒就是戏班的禁忌你咧。通讨论，通讨论。啊，若无把握，咱就甲伊风险都甲分开哦。好，来讲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咱请示答案。哎呦，哦，哥哥，你选的是 A， 演出进前，嘿，因为吼，因为戏班一定有服侍一位神叫做颠倒万岁。哦，颠倒万岁。对。啊，颠倒万岁其实伊嘛是拢咧田中啊生活。是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伊咧表演进前吼，伊的禁忌就是讲，咱袂使食即款海产类。对，是。了解。系啊，因为戏剧之神有2个嘛，一个是颠倒万岁，一个是金龙爷嘛，秦王爷啊。啊，伊无共款的戏剧，所以拜无共款。无共款的是。啊，咱台湾这戏班大部拢是拜这颠倒万岁。来 A 甲 C， 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来4条命留落来，这个传说是安尼吼，因为这个颠倒元帅，伊伫迄个细汉，就是拄生出来是红蛋伫咧田边啦，啊，所以迄当阵就是咱其实即马会感觉是害人的，不过咱陆地就是土地内底，佫有一款毛蟹，就是迄个较大头这个所在嘛是有这个蟹吼，所以就是讲，因为伊就开始冒泡，因为咱即马咱像配喙暖，其实是咧呼吸嘛吼，所以咧喘气，所以就是用遐个泡甲伊饲好大汉，啊，佫有另外会用一寡迄个鸭啦吼，就是安尼来甲饲安尼吼，结果这是一个传说，所以袂当去食即个毛蟹，也是金嘛，因为拢共型。啊，咱闽南地区甲迄个是就是讲西晋王爷，啊，佮即个颠倒元帅当做是咱的戏神，咱是当有2尊安尼，嘿对。好，来，请示后一题，咱继续落去哦。好，来哟，小美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真侪对日语来的词，下底下倒一个空间用词就是对日语来的 ？A. 便所 ，B. 别种 ，C. 公寓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今日讨论咯。这若唔知影，就真正唔知影。是来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哦。好，来。哦，吼，这边是 CC， 这边是 A， 恁拢遮有把握哟？但是我要问哥哥，你感觉是公务哦？公务吼，其实讲哦，我本来有咧想讲别墅，别墅就讲别庄嘛，吼，咱普通一般会安尼讲。是。啊，公务其实阿帕度嘛，真正人咧讲。啊，阿帕度。哇。哦。啊，所以这嘛是大家分担风险啦。是，对。来，即马要看是这边，恁足大胆的呢，恁拢无遮肯定哦。因拢相信我。你啥啦？你讲。变数是日本的日文的汉语啊。到底是啥货咧？打一个咧？都卖出 B 啦。无定就是 B 啦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因为咱的语言吼，尤其是日语，又受足侪外来语的影响，啊，然后会教咱食吼。啊，头起先这个变数，伊本身家己就是日语，吼，当然是去方便的所在，咱看起来是安尼，不过伊发音是变弱，好，所以音就成得来咱遮就叫做变数安尼吼。啊，迄个别种英语是叫做 mention。
咱即摆感觉白种是应该爱像迄个咆哮山庄啊、起大庄卡的所在，其实无一定。像拄只迄个番仔楼还是杨楼，迄咱拢会当叫做白种。你只要是足大间的，就是看起来足好野款的，咱拢叫做白种。吼，然后即个公寓的部分，头起先伊的发音爱注意，就是我以前嘛是念做公寓，毋过迄是俗念，即马正确的音爱念做公寓，好个有寓，是咱叫做寓，这是寓所的意思。哈，就是一间大的所在。因为这个讲的是英语的 apartment， 所以拄只杨大哥讲的就是阿帕多，这是日语无唔对。就因为安尼伊唔是照迄个音来，是伊本地就是讲大家公用公共的一间一间的寓所，所以咱若正讲为日本话来的，就是免肉便所，这个词。来哦来哦！咱一定要拼到底哦！加油加油！有真可能会变2万块哦！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头一出35mm拍的台语电影片名是啥物 ？A. 古井咪咪 B. 单衫五娘 C. 四边柜甲王宝钏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哦。嘿，来，哇，来哦，来过4、3、2、1，风险拢有分贵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哎呦哎呦，来，咱看者，这是 C， 吼，伊感觉是四边柜甲王宝钏，吼，来，咱这是 A、C、B、A， 拢有，哦，拢有哦，伊甲迄落风险拢甲分贵啊，所以你选的是 C， 对，嘿，来，拄济甲我讲的，我有看过迄个片。啊，你有看过？有看过。我伫台做迄个助教的时阵有看过迄个，有一个台南艺术大学的教授吹到迄个片，我会记得就是细边柜甲王宝钏。不过你古井咪咪，你感觉是古井咪咪？我有4个嘛，我所以我拢照分啊，我照分啊，是。我若4、3个无马有一个当改配哦，对，无唔对，有道理有道理。咱来看一了，正确的答案是 C。厉害！恭喜！咱先定义这个台语片吼，就是1955年到1981年，全部拢用台语来讲的片，咱叫做台语片。第一部片是《四边柜与王宝钏》，吼，所以这个片是1955年开始的。刷落就是到迄当阵台语片后来有小可失去，毋过到洪一峰伊拍这个古井咪咪，就是 A 迄个答案。伊就是中段遐种台语个即个台语片个兴起来，佮有文熙主演的《台北之夜》，就较现代的片啊，吼。刷落就是最后的一部片是1981年杨丽花伊拍的主演的迄个歌戏叫做《单衫五娘》，所以这3部就是等于是3段时间的代表作品。2位加油哦！加油！吼，阿弟加油哦！吼，志英加油哦！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猪头喙笨鸡耳是形容一个人安怎嘞 ？A. 唔捌道理 B. 谦虚 C. 铁齿当家做。杨烈大哥讲的，是。我嘛感觉有道理，你嘛感觉有道理。像迄就甲我讲的安尼，铁齿当家做。猪头喙就是铁啊嘛，笨鸡耳铁啊就铁齿啊，系啦，有一点是。正确的答案是。猪头喙笨鸡耳是形容人安怎嘞？讲过转来，报你知哦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哦，哈，来哟。猪头喙笨鸡耳，老一辈应该拢知啦，过啦，是，来过，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啊哦。是唔捌道理啊？是谦虚啊？是铁齿当家做嘞？来，咱你个真棒诶！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咱台湾这边
杨烈大哥讲的。是。我嘛感觉有道理。你嘛感觉有喙就是像迄就老讲的安尼，去当个做。阿弟你咧？看迄字有哦。你看迄字。猪头喙。啊，什么？笨鸡鱼，啊，跟下面那个铁器当的草比较像。哦，拢有喙就对啦。拢袂用偏鸡哦。猪头喙就是铁啊嘛。哦。啊，笨鸡鱼，啊。铁啊，就铁器啊。系啦，有一点。是，咱来看一下嘿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可以骗去啦。好，咱台湾的俗语内底有足侪拢会用生活用品来形容哈，所以这个猪头当然伊是咧骨头，还是讲咧摊草有草啊、杂草拢甲用好起来安尼哈。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较攻击性的，所以伊若一支喙啊一直讲伊夹夹夹，还是去讲人的什么话，这就是较无好的行为。然后粪机耳是啥？咱当然粪斗也是粪机哈，粪斗是咱即摆通常咧讲的啊，以前是拢用迄竹啊做的安尼粪机哈，所以伊入来的物件就是啥物拢扫入来。所以你就啥物拢听耳孔轻就对啊，所以你喙阁无好，啊耳孔阁轻，啊所以其实这个人就唔捌道理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哇，咱这个回合大家拢真拼，啊毋过哦分数拢无，啊毋过咱阁有进前的奖金哦。是的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咱台湾的故事咧。进前啊，阁有5000块。嘿啊，咱来滚下来拼，提奖金的咧1万块。1万块。哇，安尼命啦，1万。咱嘛是通来拼一个哦，无错无错。好，好，咱进来去咱的俗语，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拢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俗语我来排，全家抢奖金，奖金偌济？咱奖金有1万块哦，袂歹哦，袂歹。不过1万，就敢若10秒尔呢。10秒2米就过啊，系啊。系啊，2米就过，安尼要安怎？咱搁送伊30秒，变40秒嘛。哦，40秒就爱真拼哦，加油加油！爱把握1万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细坑补大坑，安怎？老水。大坑流水，唔是，来大坑叫来大坑。来记得哦。人多话就多，3色人讲。5色话。 5色话啊，正确来，一粒什么猪高啊，公汤。一粒番薯。一粒番薯。唔是，过来一粒什么？田螺哦。哎呦，田螺，对，正确来。天顶天公地下。五公。哦，快点！五公，系，过来。好，来，记得上边记得。玻璃房，什么一世人？温来，温时间到啊！好，第一条就是讲细坑唔补，大坑叫苦，吼，这是倒古倒迄个温啦，吼，所以咱爱找迄个温卡就对，所以你补甲流水是无关系。啊，伊迄就是咱你若细坑伫遐，逐工看到这个下过，啊，拢无去补，伊会愈摊愈大坑，你到时就惨啊，代志会愈舞愈严重。过来第二个是人济话就济，因为咱就是讲，大家意见无啥共嘛，吼，啊，每一个人的想法拢无共，所以3色人讲5色话，恁即大家文音读了足水的，吼，啊嘛经着。然后第三个是一粒田螺煮9碗公汤，吼。你这个田螺本身就是细粒啊，番薯搁较大粒。啊，你这个田螺本底伊搁有壳，所以其实是煮无啥物味。啊，你竟然搁煮9碗公汤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来形容一个人，就是讲啊，咱会甲这小小代志啊，然后甲伊若像哦，用甲足无菜气安尼吼。好，搁来天顶天公地下。其实是阿姑啦，吼，啊，毋过因为是阿母的小弟，也是兄哥安尼，所以咱就家叫做母姑。因为查某人伊无可能有主张，吼，啊嘛，
就是讲，若真正嫁过有啥物代志，拢是母姑出头出去讲代志吼，啊，甲家一字讲，就是表示伊的尊敬，所以就是天顶天公就厉害，第一母姑讲嘛，互伊即个有道具。最后一个无选着就无彩，就讲每人保一房，就是头前哦，恁看好势就好啊，吼，日后无当底骹话啊，啊，然后就保甲恁会当哦，婚礼好势啊，入去入洞房。啊，毋过你一世人的幸福，我是无甲你挂保证的，好，所以以后嘛袂当找我来做讨小的对啊，好爱家己幸福，家己来创造，所以即个部分就是每人保一房，无保一世人，还是爱家己栽一丛，看赢靠别人。哦，你不要紧。咱再过来佚佗就好啊，对，再过来，练习一下再过来就好啊嘛吼。毋过咱嘛是爱去颁奖。颁奖啊！今日真可惜，2边拢无摕到奖金啦。毋过我甲恁讲哦，甲恁报一个好消息哦。阮庄家有地位有 app 哦。吼，恁若感觉拄只迄落俗语我来排，好佚佗吼，你甲阮吼登录落来。哦，免钱的哦。啊，你练到尾啊有成绩啊。好。欢迎来报名来参加啦！吼，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罗拉辛苦了，谢谢。庄家有你会，到顶边来去，欢迎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来，谢谢哥来，谢谢风吉，谢谢大哥，谢谢，感谢，老师谢谢。